3年前，第一个建议市府将 T 牌改成 U 牌2万单秋平，在市府引进以后，第一档就有443个站，使用人数高达418万人次，交出一张真水的成绩单。不过，等于侪人骑，相对安全事故的多。议员伫总质询进一步检讨，到民众骑 U 牌严重塞车却求助无门，到底敢有保险会当救上？我们骑着 U-Bike 的发生事故应该怎么办？自摔或者是撞到人的保险理赔要如何投保？是，谢谢一座哈，我想因为有微笑单车要加入会员的时候，它其实是为了要最小个资收集，所以它不需要提供个资，所以才需要让加入会员之后要保险的人要自己去登录个资的。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加强来宣导，而也会跟微笑单车这边再来研议如何让成为会员的人能够更多的人知道要自己提供个资之后可以来加入U-Bike 提供的保险。那U-Bike提供的保险是针对骑乘者，就是借用的那个人的个人有公共意外险跟伤害险，就是说如果不幸死亡或者是有受伤，他就可以理赔。会中议员除了借出提醒骑车人要会记登录注册，单车业者就提供公共意外险加伤害险以外，不过较欠缺的就是无第三人责任险，所以希望比较台北积极争取。台北已经有了第三责任险，已经有了，对，所以本席也在此强烈的要求了，我们必须在那个第三责任险，我们也要保险。是有这个，我们也正在研议。对你研议到底会不会做，想不想做，市长？想不想做？我们第三责任险，别的县市有的都已经在做了，那么我们没有。不要花钱都想做。那你根本开钱，一定会开钱的，要保险那也一定无开钱。但是骑乘的人就不用那个啊，不用保险啊，不用缴交费用啊，本来就是免费的啊。所以我就要想说，这个保险到底要花多少钱？我要先研议才能了解它要花多少钱。譬如跟保险公司讨论，而且每个县市费率不一样哦，依照税率高低来看。另外，永康公所伫110年将正式搬到炮校，以后原地点如何活化再利用，议员嘛积极甲市府探讨会当得无票使用，包括商场甲永康里活动中心的进驻等等，初稿要有再利益的经济方案。台南新闻阮吉林跟采访报道。